日前来食新式的料理，伫18世纪的美国，因为掠伤侪龙虾，后来拢送去加甲做好犯人食，引起呢当时的犯人集体的抗议，讲安尼无人道。现代社会，龙虾已经变成高级的食材。伫台南，导致的餐饮业者呢推出龙虾收饭汤，有真侪消费者想要去食看卖。 伫咧台南市后火车头有一间餐厅，因为用料实在、口味特殊，生理是合格变贵。餐厅业者蔡玉林有一届就和成大教授讲到18世纪，因为龙虾掠收侪只，龙送去到加甲煮好犯人食。后来伊就发挥创意，推出龙虾加收汤。早期在美国的监狱的时候，18世纪龙虾是连穷人都不吃的，然后我们就把龙虾跟蛤蜊做在一起，叫做龙虾 收饭汤这样子，加收汤食材包括龙虾、蛤蟆含豆腐，佮掺米醋蕊调味，和口味吃起来清甜佮营养。如果囚犯都可以喝到那么好的汤，那真的是人间天堂。餐厅业者蔡玉林过去捌伫咧成大读博士，伊将知识化作力量，加研究精神运用伫咧菜式创新，亲像甲老祖国开讲的话题，卖当正做料理，迅速将历史分享予大家知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